愛上洗車嘅車主咪走住，途虎養車今次推出洗車同美容超順優惠，2個超抵套餐，一次話你知。平時返工開車就揀呢個洗美黃金套票，依家即享5.5折優惠，998蚊就搞掂。套餐包含12次專業洗車、6次快速洗車，加埋6次標準洗車，1年有效期，仲可以2車共用，平均一次先至80幾蚊咋，比起單次洗足足平咗1半，而且用唔晒自動退，按比例退款。想部車成日似新車咁，直接揀洗美鑽石套票，原價11320蚊，依家只係要5998蚊，仲要2年有效期，3車共用，25次快速洗車加25次標準洗車加2次立水泡泡手洗，仲送美光打蠟、內飾深度清潔、擋風玻璃、透亮去油膜、車內無法消毒，全套都有。用唔完同樣自動按比例退款。基本需求揀998蚊洗美黃金套票，多部車又想精緻養車就充5998洗美鑽石套票。依家撳影片下方鏈接去下載途虎養車，仲可以優先預約工位，唔使排隊再洗車㗎喇，唔好猶豫，快啲團啦！